食饭食到饱，人生才快活。欢迎收听开讲广告拢会通，卫生卫甲爆米香的爆米香来卫生。我是想要放假的阿苏，我是靠咖啡过日子的阿君，我是期待年假的阿酸。水，恁敢知影今仔日是几号？毋对，12月21号。是啊，所以讲最近是毋是有啥物节日要到啊？你是讲圣诞节？好，恁讲的拢是对的。若是圣诞节也有元旦嘛要到啊。先来讲圣诞节好啊。讲到这个节日呢，伊虽然是对西方国家传过来的，也毋过因为伊传到台湾已经足侪年啊，所以伫日本时代开始就有真侪台语的惯用讲法咯。无对，虽然讲圣诞节是西洋的节日，也毋过即摆已经是世界地球村的时代啊，所以因的文化就安尼传到台湾。所以咱今仔日的爆米香头起身就要先来小解一下啊，有关圣诞节的台语惯用词哦。好，我先来。头一个咱想到圣诞节，一定会想到的就是这个节日的男主角耶稣。那呢，耶稣的台语是要安怎讲呢？恁问的问题真好哦。耶稣就念作耶稣，来对我念一解耶稣。耶稣，真好。若讲到耶稣，就一定会想到伊的老爸。这个我会晓，就是天父耶和华。无对，那呢，你敢知影伊的台语要安怎念呢？这我当然嘛知。咱通常呢会按照汉字来翻做耶和华。除了安尼，我阁有看到即几天有一寡新译的台语圣经，嘛会甲伊翻做耶稣。哇，原来阁有即款的讲法啦！所落来，我来讲，恁两个来叫看卖哦。无问题。玛利亚，好，这想过头简单啊，一个仔就摇出来啊啦。就是圣母玛利亚啦。无毋对，甲耶稣同款。传统上呢，咱会家己翻做玛利亚，总是嘛有新的圣经家己翻做玛利亚。会出现这种无同的翻译，是因为圣经一开始是用希伯来文甲希腊文来书写的，所以咱咧翻译圣经的时，就会根据无同的翻译版本来进行。最后翻译出来的外国人名、地名和读音，就会无啥相像啦。啊，若是圣诞节，咱嘛会使讲耶诞节。说落来就是咱伫圣诞节，嘛就是耶诞节即天有可能会看到的，亲像圣诞老公公，就是圣诞老阿伯、耶诞老阿伯，而且圣诞老阿伯阁会去家家户户送礼物，互每一个伫伊名单顶面的乖巧的囡仔，拢有一份伊上喜欢的礼物哦。是讲，恁即届的圣诞节敢有安排啥物活动咧？哎哟喂，恁是毋是袂记哩？我还阁有教下演习的代志啊！对呢，阁有即件代志，啊若无就由我来分享好啊。听讲今年台中旧火车头也有立川甲柳川会举办耶诞嘉年华的点灯活动，会有真侪圣诞主题的花灯会当欣赏哦。啊，这个我知影，听讲会有一张16公尺高的圣诞树花灯，对无？嘿啦，就是伊。除了安尼，火车头遐，阁有一个以圣诞为主题的市啊，内底会有超过100外个品牌来摆摊哦，有食阁有聊。这是一个悲伤的圣诞节，快乐拢是恁的，无我的份啦。好啦，啊无你若是嘛想要送一个，去米遐11月24号一直到正月2号有一个圣诞村的活动，等你试驾结束了后，咱会使去遐小行行的放松一下。无毋对，而且遐嘛会有真侪音乐展演，也阁有街头艺人伫遐表演哦。拜托一下，我到时就会当去北部参加新北市的耶诞城。哪会去遐恁这个小活动啊？哼哼！好啦，
若无你就分享看卖，互阮批判一下，马顺续互无去过的听众朋友了解看卖。哦，讲到这，你都毋知影哦。首先，新北市的耶诞城对11月17号就已经开始啊，一直到元旦才结束，拢总有46天。而且呢，伊有几若个展区，每一个区域的主题拢无共款。听讲有全台湾上大声的姜饼人呢。啊，阁有台湾上大的3D 圣诞投影，对无？嘿啊，12月9号、10号也有演唱会通听，所以讲我根本毋免阁走去台中车头参加迄个小活动，好无？是啦，哎呀，今年全台湾世界拢有介济活动，除了咱今仔日绍介的耶诞城、圣诞村，还有圣诞嘉年华夜歌，还阁有足侪所在会当去斗闹热啦。好。啊，刷落来是元旦的部分，恁通常拢是安怎度过这个日子的呢？以前较细汉的时阵，阮兜吼是拢会去离阮兜较近的所在看年啦。踅一个啊边仔的单位，买一寡食的物件，然后坐伫舞台头前，哪食哪看台仔顶的明星表演，体验和众人做伙过节的感觉。听起来袂歹呢。啊，即马？即马哦，毋知是毋是因为大汉啊，还是因为愈来愈面大啦。当年阮小妹若是想要招我出门看年，我拢会甲拒绝。为虾米呢？因为后来我发现踮伫厝里是上方便、上舒适的，毋免出去外口人客人，而且阁会当看到家己想要看的表演。只要等时间到的时阵，甲电视转过去就好啊。你这个懒惰人，竟然是伫厝内看电视，安尼真无 feel 呢。我较偏向出去感受迄个气氛，像我旧年啊，就有去阮兜的楼尾顶看烟火。讲得伤好啊！我嘛想要体验，毋免出门就会当看实体烟火的感觉。拜托诶，迄是偌年啊艰难的代志啊！我需要吹偌久的冷风，才会当准时看到烟火。但是呢，老实讲，阮兜的楼尾顶，因为算是宜兰不了悬的所在，四界真广阔，加上地理位置真正好啦，所以对遐会当看到真侪所在的烟火哦。像讲宜兰看年遐放的，也是大溪遐放的，拢真清楚。怀伫啦，就是有一大堆烟火通看啦。听你安尼讲，我嘛就想要搬去住宜兰，甲你做伙看年呢。拜托诶，你这个南部人，连我这个宜兰人拢冷甲屁屁喘，结束紧转去棉被内底，你哪有可能挡会牢？而且我阁无想要和你做伙看年咧，当然是要和我的阿那达啦。呵呵，你无的物件就莫摕出来讲咯。嘿，无要紧啦，你若是嫌宜兰伤寒风伤透，那无你嘛会使找你的阿那达来台中啊。今年台中听讲会有搁较侪活动，而且搁有几若场哦。是哦，譬如讲有啥？亲像台中的洲际棒球场会有跨年演唱会，而且搁邀请到我上喜的五月天来演唱哦。这么厉害哦！是啊，除了安尼，中央公园还搁有丽宝乐园嘛有举办暗会，或者是演唱会哦。我嘛就想要去丽宝乐园呢。今年听讲会有270度3面景观的烟火，而且有300秒钟这么久哦。今年办甲遐尔大，害我嘛想要来斗闹热啊，享受一个小矮小客的感觉。我嘛是安尼想，所以我决定甲厝里人到时做伙参加即届的跨年暗会哦。今年实在是伤精彩啊啦！伫人客人的所在，迎接全新的2024年，嘛是一种无共款的体验啊。讲到这，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今年拢有得到所爱，明年会更加精彩。按照咱爆米香的惯例，最后伫今仔日的爆米香，
结束进前，来做伙甲听众朋友讲一声圣诞节快乐。2023年嘛咧要结束啊，咱嘛顺续来祝福大家欢欢喜喜来迎接全新的2024年哦。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Happy New Year！若是讲想要听更较多的内容，就请恁甲追踪试落去。YouTube 的频道嘛爱请大家替阮起赞、订阅，然后甲亮亮啊拍开。爆米花来卫生，后届再会。